大家知我平時非常之中意呢啲微縮模型，係我自己親手做。New Balance 有幾特別？Red， 佢同71聯成出咗個迷你模型，佢有個名 ，Oh my god！11款嘅鞋款，然後仲有啲好得意貼紙。可能係我今年收過最得意嘅 PR 喼，你睇佢還原度勁高，太搞笑！哇，佢掛喺度嘅，實在太得意。雪梨紙，重點佢隻鞋原來係非常之有重量，得意啊！呢盒先。如果你屋企有 exactly 呢個 model， 真係會無限尖叫。爸爸同個仔拼埋一齊。有冇種 creepy 嘅感覺？究竟邊個 marketing 奇才諗出咁聰明、咁得意嘅聯成 product？